有点偏绿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卡其好了，卡其，然后跟黑色两个颜色，对，这样子，很好看。对，然后它是有点像是什么伞兵吗？有吗？它有伞兵吗？有一折哎，一点点，微微的，有点像伞兵裤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薄的哦，它很薄，四季都可以穿的厚薄度，然后下摆是有做收绳的。有，所以对小个女生可以穿，没错。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这款男生也可以穿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它很长。对，我觉得男生好像 L 的男生好像可以穿。可以，应该是因为腰围弹性蛮大的，感觉可以穿到XL。太楼应该可以，小八小不好也有可能。对，可能要看图对，因为它这是没有弹性，然后超级薄，四季都可以穿。没错。对，然后有口袋，这边两边口袋，然后下面的话还有个超级大工装口袋，超级大工装口袋，没这样错子。